大家好，我係 Jasper。買基金要睇抗跌力，又要睇回報而無從入手。市場上面有眾多基金產品裏面，點樣揀到最適合你嘅選擇呢？睇之前記得 like 呢段片，睇到最後啦。首先喺2025至2026年度，我哋為投資者喺平台上面高達560隻基金，挑選咗41隻精選基金，其中包括27隻股票基金、12隻債券基金同埋2隻均衡基金。今年嘅名單有24隻基金同舊年一樣，而其餘17隻基金就會成為新嘅進駐。當中14隻已經連續3年或以上被列入我哋嘅名單裏面，而有6隻更加係連續5年度或以上獲選為精選基金。而關於我哋嘅精選基金嘅評選準則，我哋係以量化分析為核心，透過數據評估返基金嘅表現。當中包括基金嘅累計回報，反映咗長期嘅實力，同埋歷年回報衡量翻表現嘅穩定性。同時間，我哋亦都會考慮其他影響回報嘅因素，例如基金收費嘅結構，同埋喺市場波動期間嘅抗跌能力。以最大跌幅為例，我哋會分析基金喺市場下跌嘅幅度，從而識別發抗跌力比較強嘅選擇。當多隻基金評分接近，我哋會進一步加入質化分析，包括基金成立嘅年期、資產嘅規模同埋投資策略同風格等等，務求作出全面嘅評估。基於啱啱講嘅所有因素，希望我哋精選嘅基金能夠幫助投資者收集翻分析嘅範圍，去便利翻佢哋後續更深入嘅基金分析。當然，基金挑選只不過係成個投資決策嘅過程裡面嘅其中一環。投資者仍然需要挑選市場，進行翻資產配置，再進行分散風險嘅投資組合建構。咁究竟有啲咩市場可以考慮呢？首先，板塊我哋主要 focus 喺環球科技，尤其係數碼轉型同 AI 嘅熱潮底下，潛力無限。而地區方面，我哋揀選咗香港同埋日本，因為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，企業質素高。而展望嚟緊民企營商環境嘅改善，再加上科企陸續加大 AI 嘅支出同發展，港股嘅吸引力逐漸增加。而日本股市近年就因為企業管治嘅改革同埋樂觀嘅盈利前景，再加上股神巴菲特嘅加持，吸引咗唔少嘅投資者嘅目光。而債券市場方面，我哋特別 focus 喺超短年期嘅環球債券。佢提供咗低風險同埋短期嘅回報，而環球高收益債券就提供咗每月嘅穩定收益兼長遠嘅資本增值，可謂一舉兩得。總括嚟講，精選基金嘅名單涵蓋咗環球科技、香港、日本同埋債券市場，仲有其他各式各樣嘅市場同埋板塊，結合咗出色嘅回報、強勁嘅抗跌力同埋有競爭力嘅費用，可以幫助你更加有效咁樣縮窄翻選擇嘅範圍。喺建構投資組合上面，可以更加有彈性，捕捉翻唔同嘅市場機遇。片嘅開頭都有講到，我哋今年有41隻精選基金。時間關係，有興趣可以去翻下面 description 條 link 去睇翻我哋嘅精選基金，或者向我哋查詢。名單上面並非個人化嘅投資建議。如果想了解相關嘅產品，建議睇翻基金嘅簡報同埋產品文件。選擇合適嘅基金，只係投資過程嘅第一步，建立多元化嘅資產配置，先係實現長遠目標嘅關鍵。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大家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呢段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